記者朱先生。Peppa 同屋企人一齊睇緊電視播放緊嘅運動節目。呢個項目係跳遠，啱啱刷新咗新嘅世界紀錄。媽咪，究竟乜嘢係世界紀錄啊？即係世界上某啲嘢你係最叻㗎。如果真係你最叻嘅，呢本書就會有你個名。呢度有最叻跑步嘅冠軍、跳高冠軍、游水冠軍。我都想你喺本書度出現啊，爹哋。我有喺本書度出現啊！真㗎？真係㗎，你爹哋係泥漿跳嘅冠軍嚟㗎。哇！冇人破過我嘅紀錄，我諗以後都唔會有人破到。跟住輪到下一個項目就係泥漿跳啦。佢呢跳睇嚟跳得相當好，啲泥漿彈到好高喎。係啦，佢刷新咗新嘅世界紀錄啊！哦，爹哋，你而家已經唔再係最叻嗰個啦。我諗大家都一定會好失望㗎。哦，你唔好咁傻啦，我肯定唔會有人失望㗎 ，Peppa。朱先生，你啱啱冇咗個世界紀錄啊！大家都想你贏翻個冠軍翻嚟啊！個冠軍好重要㗎，真係㗎。真㗎！咁好啦，我一於去挑戰，聽日啊！好嘢！但係我諗我要再訓練下自己嘅泥漿跳至得。唔使咁緊張，因為大家都識得泥漿跳㗎啦，爹哋。啊！但係唔係所有人都跳得叻㗎 ，Peppa。但係朱先生，你絕對係個大師嚟㗎。爹哋，你邊啊？係咪要去練習跳上跳落啊？唔係啊 ，Peppa，我一定要同泥漿合二為一。啊！想要跳落泥漿度，就要好似泥漿咁諗嘢。你使唔使練習下跑步咁啊？唔使，咁又使唔使做下掌上壓呢？唔使，我只要瞓覺同發翻個泥漿嘅夢。終於都到咗泥漿跳嘅大日子啦！朱先生今日仲特登着咗佢嗰套泥漿跳嘅衫。點解會咁㗎？我搵唔到我嗰對金色鞋。我將你嗰對金色鞋俾咗爺爺，佢種花啊！俾咗我對幸運金色鞋佢，而且仲係俾佢用嚟種花。你仲有其他鞋㗎？呢對點同嗰對啊？喂，爺爺啊，你記唔記得之前我俾一對舊鞋你㗎？記得。爹哋而家等住着翻嗰對鞋，對鞋喺咪度？係咪收埋咗啊？我啱啱幫佢哋淋咗水啊！原來對鞋仲喺度，不過朱爺爺用咗對幸運鞋嚟種番茄啊！今日佢要着住嗰對鞋去參加泥漿跳啊！好啦，一陣喺比賽場地見啦！所有人都嚟齊晒，準備睇朱先生嘅泥漿跳。大家一齊嚟歡迎你嘅朋友同埋我，豬仔先生。好嘢！祝你好運啊，朱先生。哦，但係你嗰對幸運鞋喺邊度啊？唉，對鞋喺度啊！真係唔該你啊，爺爺。我聞到有啲番茄味喎。大家留心啦，而家係朱先生跳泥漿啦。朱先生喺度諗緊嘢。好啦，準備啦，開始！我一定要集中，我要同泥漿二合為一，我一定要成為一堆泥漿。所有嘅泥漿冇晒啊！所有嘅泥漿全部嚟晒我哋呢度啊！朱先生已經成功咁同啲泥漿二合為一，而家所有人都同啲泥漿二合為一啦！佢呢一條已經刷新咗新嘅世界紀錄。勝利者係朱先生。請問你係邊位呢？我係 Peppa，我相信將來我一定會成為泥漿跳嘅冠軍㗎。我已經訓練緊佢。啊，細細個就接受大師訓練，你學咗啲咩啊？如果你諗住要做泥漿跳冠軍，咁你一定要着翻嚟嗰對幸運鞋。